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蔡欣怡。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法国今日是相当的不平静。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峻之外，先前也发生了中学教师在课堂上因为展示嘲讽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在光天化日下遭到斩首的惊悚事件。而29日又接连传出3起恐怖攻击，法国也因此提升全国警戒到最高级别。综合外媒报道，法国南部城市尼斯的圣母教堂29日发生了恐怖攻击，一名男子在圣母院教堂持刀杀害3人，其中一名受害者甚至遭到斩首。相隔没多久，另一个南部城市亚维农也出现一名男子在路上拿枪威胁路人，警方到场后甚至试图袭击警察，当场被击毙。另一方面，法国驻沙烏地阿拉伯吉达领事馆当天也传出有警卫遭人刀袭受伤，虽然还在调查凶徒动机，但当局研判也跟恐怖攻击有关，呼吁法国在当地的国民保持最高警戒。而宗教冲突向来是棘手的敏感议题，特别欧洲许多地方都有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多起恐怖攻击，也让伊斯兰跟西方文化的冲突越发白热化。日前，中国多艘渔船以避风为理由，聚集在澎湖附近的西吉屿海域越界捕鱼，遭到海巡署的舰艇以水炮强制驱离。中国国台办批评台湾的做法是野蛮不人道，而陆委会对此回应，强调过去台湾秉持人道精神提供援助，但此次事件的陆方渔船实际上在海域内捕鱼，严重破坏渔民权益，所以才会驱离。昨天国台办所说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很关切那么据了解，这个每年秋冬季都有大批的中国大陆的渔船假借避风的名义，那聚集在澎湖西吉屿海域那实际上是为了趁机非法拖网捕鱼，这已经严重的破坏我渔业的海洋的资源，跟我们渔民侵犯我们渔民的权益我们海巡署呢，发现了这些10余艘的陆籍渔船假借这个避风群聚在西吉屿，所以予以驱离。那么二组那么陆船业界的作业，那么展现了政府坚定的护渔的立场跟决心。如果纯粹是为了风灾为了找到一个避风港，我们过去都有潜力提供人道援助，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次绝不是基于这个为了避风进入我们的渔港来躲避来避风这些渔船它确实是为了这个捕鱼所以对于国台办发言人所称台湾野蛮驱离避风的大陆渔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令人十分愤慨。我想这是罔顾事实，也污蔑我们执法人员的说法。那对于越界的陆船，我们执法机关仍然会严正执法。我们也是再次要呼吁陆方要约束相关人员与船舶不要放任陆船业界捕鱼以维护我们的海洋生态资源，以保障我渔民权益。谢谢。手段以维护我渔民作业权益跟我海洋生态资源，这是我们一贯坚定的做法。那现阶段有关于海上执法的部分，我们仍然持续透过这个两岸共打协议、两岸共打及司法互助协议的联系机制，与陆方进行联系沟通，以及推动协同执法。为了遏止中国大陆抽沙船频频在我方，不管是在过去澎湖的台湾滩，还是最近在马祖海域的这个抽沙，都严重破坏这个海洋环境跟自然生态。那么就您刚刚所说的，经济部已研议那么修正土石采取法相关的修法，那么会在金门马祖这个限制跟禁止
水域来进行违法抽沙。那如果有违法的事实将提高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刑罚，还有罚款将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金这个都是刑事法了8000万元。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重罚的手段，展现政府执法的决心，以遏阻中国大陆这个违法违规的这个抽沙船，不要在我方海域进行违法抽沙。也在这里呼吁陆方约束所属的船舶与人员。近日 ，FV 战机坠海意外事故原因尚未厘清，而机上飞官朱冠蒙虽然跳伞逃生，却仍在送医后宣告不治殉职，让外界十分的惋惜。而朱冠蒙生前是空军第7联队乐团虎团的成员之一，乐团也在社群抛出全黑画面，表现哀悼。因为平常白天就是飞行，那飞行算是比较严谨的一个工作。那大家白天在上班的时候，自然神经都会绷得比较紧。那晚上只要有时间，都会听听音乐，或者是试着去创作一些，去想一些新的元素。其实对我的工作来说是有非常疏解压力的一个效果。团队里面的不管是空勤人员还是地勤人员，就是在走到军旅生涯的这个路上，在最一开始的那个初衷。而台南归仁区近日发生一起随机杀人事件，长荣大学一名马来西亚籍的中性女学生，28日晚间独自一人返回学校宿舍的途中失踪。警方接获报案，查到一辆涉案车辆，透过车辨系统循线查出了28岁的梁姓男子涉案。
在29日下午弃捕归案，侦讯后梁嫌坦承杀害中女并弃尸高雄。目前警方已经将被害人的遗体寻获，全案警方正深入侦办。而针对女大生的掳杀案，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对于这位女大学生的遭遇感到十分的不舍，也强调会加强警方以及学校跟宿舍区域的连线。黄伟哲也说，希望能从这个案例学到一些教训。对于发生女大学生遭到随机杀人，我们台南市警方积极侦办，在24小时内掌握凶嫌，逮捕归案。我们感谢警方的辛劳，为了要打造我们成为一个安全的城市，第一点，我会要求强化警察局跟校园的联防系统，让学校跟警察局没有距离，紧密合作。第二点，我会要求提高学生住宿区的见警率。同时，加强路灯照明以及监视录影设备，以保障市民以及学生的安全。我们非常的不舍这位女大学生的遭遇，也迅速将歹徒逮捕归案。我们也会更加强治安的措施，给予市民和学生一个安全的城市。今年的三军联合婚礼于30日举行，今年各军种选择异地同日隆重举办，而陆军联合婚礼在桃园龙潭的大汉营区举行，188对新人中包含了2对同志伴侣。陆军司令部表示，将一视同仁，给予每对新人最诚挚的祝福。OK 了吗 ？OK， 好。再帮我们讲一下，就是今天特别带彩虹旗来的象征什么？期待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同志，就像异性恋一样是日常。那你会觉得就是跟一般的新人来比，你们会遇到比较多的压力跟一些困难？有些路程的走了就是自家面对。那今天家人有来吗？今天我父母有来到现场，他们也是主管啊。我相信他们要承受的眼光，应该也是比我们都还要多。谢谢他们。家人都很支持，也就是还特别来到现场。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爸爸妈妈说？爹娘，我爱你。那现在我的父母现在我还在努力当中，我相信在未来他一定可以更好的支持我。感谢各位的关心，谢谢。那你们就是交往多久？5个月他就求婚了，对，这蛮快的，我觉得有在定是这样。遇到对的人就是要好。刚在台上好像哭的，是很感动，就是终于合法，而且我们又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开心，而且也看到国军的进步，觉得非常值得赞许，这样子，谢谢大家。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感谢你选择我，会好好爱惜你自己，并且成为你最强的后盾。而且我也以我老婆身为职业军人，觉得非常骄傲。对，谢谢。谢谢各位。好，谢谢。婚礼的同志性的想法。作为第一次参加同志婚礼的，就是新人，就是很开心，国军就是又向前迈进一大步，然后跟着政府的政策也与时俱进。你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从以前就想要结婚吗？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我们认识了大概就是2年后，然后才在一起，原本是朋友。那这一路上会不会觉得就是碰到比一般就是新人比较多的压力跟困难？我觉得这是依照你心里的感觉去做表示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爱并没有跟异性有不同的地方。对，那我们会站出来也是因为希望就是能下一届呢更多同志新人能站出来这样子。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对方说？就是谢谢我的伴侣一路上就是支持我，因为从军这条路就跟同志这条路一样，都不简单，所以未来我也会好好的守护国家，守护他。你有什么想对对方说？就是我也很谢谢他，因为他来从军也是因为就是希望生活能更安定，那我也是很感谢他，然后他也为国家就是也是付出很多。虽然我们不能很常相聚，但是就是我们都是很在乎彼此，很爱彼此。谢谢。不好意思。
有点来到就是今天这么公开的一个场合，而且接受这么多媒体的采访，也是这是个很难的决定吗？然后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今天的决定当然就是希望就是部队中能有更多的同志恋人可以就是勇敢的站出来，因为国军是非常的开明的，就是只要我们站在爱面前，大家都是一视同仁。你是在部队都是公开你的身份吗？还是对，是公开我的身份。哦，有曾经因为这样受到什么阻碍吗？你的身份？没有，军中一切都是依法行政。好，谢谢，好，谢谢。那主任就直接讲了哈。本军今年办理联合婚礼共有188对参加，其中有2对是同婚的情侣。这也是本军自民国103年办理联合婚礼迄今第一次有同婚的官兵报名。我们的态度都是一视同仁，给予每对的新人衷心的祝福，也代表我们国军的立场是开明的、进步的，与时俱进。谢谢。歌手梁静茹睽违5年将再登小巨蛋开唱。29日，她出席演唱会记者会，由于是婚变后首度面对媒体，吸引各方关注。她也透露呢，经过1年的自我调试以及心理建设，已经渐渐走出阴影。而她的师弟王柏杰也现身为她加油打气。有资深的粉丝支持，也有很多新一代的粉丝，这一辈子呢一定要看一次梁静茹，所以一场一场的加，一场一场的巡回，你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照道理说，一个艺人到了某种资历，应该是慢慢的减少场次，但是梁静茹是每一次都是翻倍，这是梁静茹所带来的强大的歌声魅力这个很糊的是我们的对。同门的师弟王柏杰，柏杰，那你不喜欢他吗？很喜欢，很喜欢。对，他跟你也是。我们有一起拍过那个音乐爱情故事，之前。你说就是那个叫做 MV 的那种有剧情的故事。OK， 算很熟了啦哈。天秤适合他吗？天秤非常适合他，因为天秤、双子跟水瓶同属风象星座。那风象星座呢，刚刚有讲过，思绪来得快，去得快而且你们有一个重点，说归说，做归做说了之后呢，不见得会履行实现但是在打屁聊天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契合天秤座也，双子座呢，天秤座也了解双子座的这个变化多端的个性，那双子座也了解天秤。那这有什么歌呢？这能成为死党好朋友，对不对？因为互补的感觉。这首歌本来是要唱那个，因为他瘦瘦的本来让他唱瘦瘦的瘦瘦的可以啊。歌词，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欢迎刚刚进入唯一选择心中最爱王柏杰，欢迎柏杰。不好意思让你等这么久。我刚好在看电视节目，好像看大闷锅，对不对？好，柏杰今天人家这个办活动都要送礼物了，你就2首空空。有，其实我有准备了一个爱情本格派送给金姐，希望演唱会顺利。谢谢。送给情歌本格派，你带来爱情本格派的代表是什么？就是一个甜点，一个蛋糕。好，请柏杰送给静茹姐。好，我帮你们拿吗？好，来2位先拍一张合照。谢谢，太甜蜜的礼物了，谢谢，红彤彤的，也希望我们这次票房长虹秒杀。我自己确实是有去那个龙山寺嘛，上次有提过，然后前阵子很意外的又接到了龙山寺寄来的明信片，它有预售，所以今天台上才会出现真的预售这个道具，我觉得很感动。我们还去求证说是真的吗？是真的是他们知道我去，然后寄来给我，所以我想光是这个应该就是很好的祝福吧。我想会吧，这是很期待的因为我就是那种
属于在这方面算是很开朗乐观的，那不会觉得说要，就是毕竟就像我的歌一样啊，就是你走到低潮之后，你还是要给自己一些能量，而且你会是我自己啦，我自己是很开心的。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谈个恋爱也很棒啊。对呀。10月29日是世界中风日，嘉义县长翁章良也响应中风防治，亲自拍摄宣导影片，提醒乡亲每天要举手微笑说你好，来做好自我的中风检测。一个人中风，全家辛苦。中风会引起半身不遂、失能，甚至死亡，造成病患及照顾者严重的负担，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抢救中风，分秒必争，把握黄金3小时，每天微笑、举手、说你好。如果有大舌、挥手、面歪歪，任何一个症状，赶紧记下时间，打119送医，才能及时获得治疗。当天的时阵是脑中风最容易好发的季节，会记住咯，每天和我一起微笑。举手说你好，互相问好，做好中风的自我检测，关心家人和自己的健康。世界球后戴资颖被任命为高雄市的秋冬观光代言人，拍摄熊冬好玩影片。而出身高雄的他，可以说是高雄市的最佳观光代言人。相当好耍。小戴好啊，你遐高拍球吼？系啊，系啊。我不止搞拍，我嘛搞踢。真诶吼，我想你拍球拢无时间咧。有啦有啦。来，安尼去带来这套。好，谢谢，来行。怎么瘦肚子会比较好？就是要多运动。多运动，多运动。但可是运动又吃这个呢，那怎么办？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